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9月16日，咱要做伙来读诗篇第5篇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讲，在我的苦情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听我求救的声，因为我对你祈祷。上主啊，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，早起时我要对你恳求，搁听候，因为你不是喜爱罪恶的上帝，邪恶你袂容允，骄傲的人袂当徛伫你面前，最歹的人拢是你所怨恨。讲白贼的，你要袂因；杀人甲奸诈的，拢是上主所厌恶。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，我也会当入你的殿，心存敬畏，伫你的圣殿敬拜。上主啊，对敌咧长担我，求你照你的公义，带我行正直的路。因为因的嘴无老实，因的心恶毒满满，因的牙后是开开的梦，因的嘴高浮听。上帝啊，求你定因的罪，互因陷落家己的计谋，因为因背叛你，罪过真重。求你甲因赶出，所有找你做避难所的，求你互因欢喜，互因欢喜出声无停。因为你庇佑因，愿遐喜爱你的名的人，拢因为你欢喜快乐。上主啊，你要赐福予义人，你要用恩惠，亲像金牌，四面为因。求主帮助，互咱每一天伫伊面前摆列咱的苦情，甲求祷，也互伊的喜乐、平安临在伫咱每一个人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